咱繼續來看這個陳成儒甲趙建明因這個分辨的風波哦。昨趙建明啊對越南返來台灣一入境，去媒體包圍啊，伊咧提出一張叫做離婚協議書啊，佮他考起來講第8條，伊講你若是洩露婚姻的關係，內底要互對方一億，而且伊手比伫嘴，講唔好講。但是咧，伊的這個情某啊，陳成儒就講啊。你講將離婚協議書安尼搭墊出來，你是毋是家己已經就違反內底條例啊咧？昨暗時11點外，趙建明為越南返來台灣，到入境大廳就隨互大批媒體包圍，趙建明就隨本 A4 的紙互記者，面對問題，伊原來無說明。你們先看一下，你們先往上。愛大家去看紙頂懸的第8條，故意佇比噓的手勢，表示家己袂當發言，因為伊互媒體紙是離婚協議書。第8條的部分特別考起來強調，嚴禁雙方野聊、批評，也是枉屈婚姻期間個人的生活甲隱私。明定若提出另外一邊也是親屬的隱私受侵害，就要賠償到1億處罰性的違約金。針對前案趙建明提出離婚協議書來反擊，陳成儒安尼回應：我有問律師，律師說這樣應該是他要賠我1億呢，他好像高犯了。陳成儒質疑前案趙建明已經搭到線，敢是違反協議。趙建明敢真正啥物攏袂當講清楚，律師有無共的解讀。以目前的狀況來說，可能性極低。理由在於說，趙建明只提供了第8條的一個約定，告訴大家說他們其實有簽保密條款。而趙建明在出了機場呢，廣發離婚協議書給記者的行為，有可能已經侵害到了陳信妤或是陳信妤家屬的一個權利。那如此呢，就會有懲罰性違約金的產生。趙建明提出離婚協議書嘛，互單界人透露是早期的版本，不是最後的版本。協議的內容敢會將做趙建明啥物攏無愛講的保護線，也是真正會互陳成儒搭到線違規，關啊就要到法院才會清楚。